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8日，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一起来敬拜。在今天，也让我们透过了经文，帮助我们依靠上帝，让我们透过上帝的恩典与带领，帮助我们胜过这世界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，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上帝。我们要依靠上帝来胜过。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权势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，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权势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圣经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权势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圣经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圣经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，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主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胜过这世界，不再是依靠我们自己，而是你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面前，因为你已经破碎那黑暗的权势，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学习依靠你，让我们完全的仰望在主你手中。主，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，今天3月18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经文诗篇第55篇第16节到第23节，诗篇第55篇第16节到第23节。但是我要向上帝求帮助，上主一定会拯救我，无论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我要向他悲叹申诉，他一定会垂听。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归来。从太古掌权的上帝一定会听我，挫败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肯改变，不敬畏上帝。我从前的同伴攻击他的朋友，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，他的嘴唇比奶油还要滑，心里却充满仇恨，他的言语比油还要柔韧，其实真像一把出鞘的利剑，把重担卸给上主。他一定扶持你，他绝不让义人失败。但上主啊，你要把凶徒推入死坑，你要使骗子夭折。至于我，我要一心信靠你。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55篇第16节到第23节，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8日，礼拜一。当我们在看到今天经文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领受？许多时候，当我们在读圣经、在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就像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很优雅的。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很美好的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山明水秀的东西在我们当中。然后我们也发现诗人的生命里面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，在他们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问题在那里面，在他的生命里面也经历到背叛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耶稣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有经历了一些背叛的状况，有经历了许多难以承受的事情。而我们在当中也看到这诗人就把他放在祷告里面，让他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上帝来帮助。而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的这些字句里面，也可以看到他对上帝的信靠，相信上帝有他的旨意，相信上帝有他的带领。因此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看到上帝在当中怎么样来带领过去的人、现在的人？所以当我们面对到许多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回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主啊，这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？主啊，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心意？其实在之前也分享过，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生病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心意？主啊，在这些事情当中我要学习什么？在这事情当中你的旨意是如何？因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许多时候我们都依靠自己，许多时候我们都绑架上帝。主啊，唯有这样做才能彰显你是上帝。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在分享的时候，他在过去的时候讲到说，再大的神迹都不足够，因为当你没有愿意的心的时候，再大的神迹都不能换回人的悔改。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都希望有哪些东西发生，而在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其实你也不尽然愿意去相信。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期望的是什么？你期望的是什么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也让我们回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你愿不愿意将自己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？所以你期望的是一个听话的上帝，还是你期望的是一个能力更大的上帝？你先顺服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许多的经历也帮助我们未来的每一天，当然也是过去的经历帮助我们现在的每一天，让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生命降服在上帝面前，去经历上帝的带领。这边讲到说，但是我要向上帝求帮助，上帝一定会拯救我。如果这个上帝是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，那这个是不是你所控制的？在你需要的时候，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，一直叫他过来，一直叫他过来。你不喜欢他的时候，叫他离开。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很多人信仰都是如此，都是陷入在当中，我比上帝还大。虽然在敬拜的过程里面，虽然在遇到很多事情当中，其实都会觉得好像要依靠上帝，但是会发现，其实这个生命里面，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是这个上帝，是你来差遣的。然而在生命里面，我们所经历的常常是要回来上帝面前。这边讲到说，我向上帝求帮助，不是命令上帝，而是求上帝来帮助我们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帮助。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拯救我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去经历这样的事件？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，将自己完全的摆在上帝面前，不再是依靠自己，不再是命令上帝，而是真实的去经历这一些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大能就在这里面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也就是像这一位大能的上帝、全能的上帝、蛮有能力的上帝来向他祈求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真实的经历就是如此。当他在征战，当他在打仗，当他在面对扫罗王的追杀，他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他先进到这当中去
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去找上帝，上帝你来帮助我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这样经历？去寻求上帝，要上帝来帮助，去经历上帝的帮助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见证，也就是如此，你将自己先摆上，交在上帝手中，去经历这样的上帝，去经历这个上帝在我们当中要施行拯救，去经历这个上帝在我们当中要来掌权。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也就是如此。所以当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讲到说无论早晨中午晚上，我要向他悲叹申诉，他一定垂听。其实也让我们看到，你有没有整天都来到上帝面前？当你在早晨的时候，你在忙碌的时候，你在夜晚要睡觉的时候，在你吃三餐的时候，当你面对许多好事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将自己先交在上帝手中？所以无论早晨中午晚上，我要向他悲叹申诉，他一定垂听。所以当中也就是让我们来到主人面前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先来摆上。所以在当中一整天来到上帝面前，一整天都与上帝同在。我们常会说我很忙啊，没空。其实在当中你要不要付上这样的代价？你愿不愿意先将自己摆上？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做主，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，常常去读经的时候会发现，大卫他是常常寻求上帝的心意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当中去经历这一些，而不是说我忙就不要了。常常我们都觉得我忙就不要了，我们常常都在忙碌当中，然后就让这些事情过去了。其实很多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，有读经没读经，有祷告没祷告，有灵修没灵修都无所谓。其实很多人都是如此，而我们也看到许多人的生命，虽然不管他的个性怎么样，但是当他愿意摆上来的时候，会发现很多时候会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当中才不会觉得这个上帝没有与我同在，这个上帝的能力怎么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，因为我们不愿意参与在当中。所以他说无论早晨中午晚上，我都要向他悲叹申诉。其实在难过的时候，你想要找人对话，找人诉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象？你愿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诉说？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归来，这是一种确信，不是那种小确幸的确信，而是真实的确切的相信上帝会带领。所以在战斗中面临大敌，我们看到大卫确实这样子，无论是这许多外来的国家，或者是扫罗王或押沙龙，其实他面对到很多内忧外患，里面的外面的都有。在他上位为王之前，扫罗王的追杀；在他上位为王之后，也有后面他的押沙龙，他里面的人，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他同在，都在经历这一些，都在厮杀的过程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他讲到说，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归来。其实生命里面也就是如此，他真实的经历，在过去许多战场当中，上帝保守了他，有时候差点没有命了，上帝也保守他。在他年老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在战斗当中差点没命，但是他旁边的这些勇士来帮助他，所以后来也跟他说，你不要再上战场了。其实也就是他已经老了，他已经力气不像过去了，虽然过去骁勇善战，但是现在已经跟以往不同了。所以你不要让我们担忧，你站在上面，你的能力胜过你下场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就是如此，他所经历的也是他所展现出来的。当上帝坐着为王的时候，我们去厮杀的时候都是会赢的。就像这时候他那些勇士一样，跟他说，你坐在那边成为一个精神象征，我们去厮杀就会赢了。因为你依靠上帝，上帝要帮助你，也要帮助我们。上帝要祝福在你身上，也就因此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你好好的活着，我们的战争就会赢了。
所以在当中也是一样，当他们看到大卫的时候，就如同大卫看到上帝一样，知道上帝会带领他。他们也相信这个大卫依靠的上帝，上帝会带领大卫，大卫会带领我们打赢这场战争。所以他们讲到说，我在战斗中面临大敌，他要带领我从战场上平安归来。这是一种对上帝的确信。从太古掌权的上帝一定会听我挫败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改变，不敬畏上帝。所以在当中面对了这许多的人，他们一直在那个败坏当中。所以在我们愿意跟随上帝的人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其实也是变成，也就是一种状况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将自己摆上，我们顺服在上帝面前，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祷告。在当中，当我们不断的来到主人面前来敬拜、来灵修、来聚会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来到上帝面前，聆听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领受上帝的心意，不再是自己要怎么做，而是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是我们降服在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许多人，他们生命不愿意改变，不愿意敬畏上帝，所以在当中看到的是上帝会挫败他。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看到，其实有些人他在许多事情当中愿意跟随上帝，会发现其实他的手也会是硬的。那种硬不是那种心很硬，而是在当中有上帝的公义与他同在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知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当然也会用爱心去彼此相爱。所以不是在当中我们很多人会彼此相害，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所领受是在爱中彼此相爱。而在当中这种相爱不代表就没有上帝的公义，没有上帝的公平，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可以有弹性，但是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就像大卫那边一样，当他们在厮杀的时候，其实在当中在战斗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是不手软的，所以才会觉得啊，这上帝很硬哎，这上帝很恐怖哎。其实在当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。而在这里面，上帝不是没有给人机会，其实我们常常是看到最后的那一刻，但是没有看到前面上帝给人许多的机会。所以当中讲到说，因为他们不肯改变，不敬畏上帝，所以在当中，当上帝要挫败的时候，当上帝要惩罚的时候，常常不是因为这么一次，而是在当中去看到了这些人给了太多机会。所以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说，他们的罪满了，他们的罪满了。所以当他们持续在这许多的犯罪当中，当他们持续陷入在那情况当中，上帝给机会，但是当人都一直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改变，不愿意敬畏上帝，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其实没有真的愿意敬畏上帝，没有真的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。而在这当中不愿意敬畏的过程当中，在这许多的状况里面，也会发现其实上帝也就在当中来出手。其实在这过程当中，上帝都给人许多的机会，上帝给人许多的机会，也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，多次多方对人说话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相信这位上帝从创造天地的时候到现在都掌权的上帝，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去挫败他们，因为我们顺服上帝。而那些人是不肯改变，不敬畏上帝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回来，在当中来敬拜上帝。而在当中，我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常常是有一个很大的痛在当中。我从前的同伴攻击了他的朋友，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
因此，我们生命也常常陷入在这境况里面，也常常陷入在这境况当中。在这边提到说，同伴攻击他的朋友，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同伴过去可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要好，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好的情谊，但是违背了过去的诺言，可能有山盟海誓，可能有什么样的盟约。其实人也常常是这样子，常常这样子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做了许多的改变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怎么样了。这边讲到说，我从前的同伴攻击他的朋友，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我们看到人会有这样的状况，人会有这样的状况。那我们呢？其实在这个状况里面，也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，人的软弱就是如此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着自己的怎么样而违背了。但是我们看到相对的，上帝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，常常是人去违背了，人离开了。上帝没有离开我们，上帝在那诺言当中依然持守住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讲到说，从前的同伴攻击他的朋友，他违背了诺言，其实也是让他看，在讲也有一个层面在讲到说，他的朋友是谁？是其他的人吗？还是我攻击了他的朋友，违背了自己的诺言？所以当中或许去攻击别人，或许攻击这个发言的人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人也常是如此。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，有时候那种情谊很薄弱，过去非常好，但是因为一些小事情，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剧或很多的电影，有很多的东西都在写人跟人的感情是如此的薄弱，所以在当中有人从中作梗，就很容易出状况了。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这样子，而也在这当中也回来看上帝的誓言确实跟人不同，上帝说了就算数，上帝说了他就会照着这样子，上帝不欺骗人，所以他遵守他的约定，他要祝福人就祝福在当中。讲到说人他的嘴唇比奶油还要滑，这也常我们在讲说油水滑舌，他讲了很多圆滑的事情，但他心里面却充满仇恨。其实我也遇过许多这样的人，人前人后差异很大，在你面前讲尽一切好听的，鼓励你赞美你，但是在后面却捅你很多刀，在你面前好像跟你很要好，在后面把你踩到地底下去。他的言语比油还要柔润，其实正像一把出鞘的利剑。以前在看武侠片的时候，常说刀一出鞘，势必要见血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是如此，人跟人当中也常是如此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有些人都说我搞不清楚谁才是我的好朋友。这些人在面前的时候非常的要好，但暗地里做了许多的有问题的事情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是怎么样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如何。所以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？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不是如此。所以在当中我们这世代也在寻找有哪些人是可以帮你保守秘密，有哪些人是可以跟你好好听你说的。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也要帮助人，但是我们嘴巴却守不住。我们看我们的朋友有时候也是一样，他的嘴巴守不住，甚至他会像现在有很多人在讲说，有些人会去收集许多资料，收集你的情报，收集别人情报，然后去互相的交换情报。而在当中或许当人在讲某些事情的时候，就一起攻击你，而有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去攻击别人，而这样的人有可能也就是你很好的朋友。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反省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要成为这样的人吗？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恶人的时候，他常是有这样子。我们说有些人真的是很会去讲一些话，
所以好的不好的他都讲，而在许多事情当中，也在当中去损害了其他人，伤害了许多人。但是他也在说回来。其实前面讲到说，这个作者他对上帝有确信，有确切的相信，有确切的信心。所以在这当中讲到说，把重担卸给上帝，他一定扶持你，他绝不让义人失败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、许多问题、许多难处，我们身上背负了许多的重担，是不是把这些带到上帝面前来，把重担卸给上主，他一定扶持你，他绝不让义人失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愿意把你的重担卸给上帝吗？主说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面前，我就让他们得着安息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上帝与我们一起来承担这一些，他一定扶持你，不让义人失败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，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学习这个诗人所说的，交在上帝的手中。让我们去经历这一些的时候，也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与带领。上帝不让义人失败，在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上帝就在当中陪伴着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当我们去面对、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去真实经历上帝的恩典。上帝扶持你，上帝跟你一起来承担这一些。但上帝啊，你要把凶徒推入死坑，你要使骗子夭折。至于我，我要一心信靠你。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告白，我要一心信靠你。然而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也期待上帝去惩罚那些人，去惩罚那些凶徒，惩罚那些骗子，那些没有信守承诺的人，那一些从背后捅刀的人。这些人当然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期望上帝出手去惩罚他们，不让这些人继续的在做这样的事情。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，去面对这许多虽然很多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，然而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也仰望上帝的恩典，也相信上帝在当中要掌权，要带领，在当中要祝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是不是愿意将自己带到主的面前，降服在主的面前，不再是依靠自己，不再是陷入在当中，对上帝相信，我们降服在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。因此当我们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仰望上帝的恩典。其实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其实前面这个人他遇到了很多的事情，而在当中也跟上帝讲，在当中也讲出他对上帝的信靠与确信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默想，来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而在当中，你愿意依靠上帝吗？你愿意将这样重担交给上帝吗？你愿意将自己仰望在上帝的面前吗？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这一些，来思想这一些。愿上帝就持续与我们同在，也像耶稣说的：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面前，要得着安息。
主，我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让我们难受的事情，有人的背叛，有了其他人的攻击，有许多让我们难以承受的事情。但主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去经历你，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将自己摆上，仰望在主你手中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，我们知道不是偶然的，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也让我们学习更深的依靠你。不再是倚仗了自己的能力、聪明、智慧，而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倚靠你，将自己交托在主你手中，让这许多事情有主你的帮助，有主你的带领，而让我们在面对这所有事情当中，都成为一个很好的操练，操练我们的生命，操练我们的能力，操练我们的敬虔，让我们更深的仰望你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所面对这许多事情，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你带领，恳求你帮助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将今天的领受，将今天的聚会，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，也让我们生命更加的茁壮，也让我们生命能够持续的交在主你面前。虽然面对了许多的攻击，虽然面对了许多的背叛与磨难，但我们知道唯有主，你是我们真正能够依靠的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你悦纳。献上我们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将自己摆上。愿上帝祝福你。